国小时期的学生是正伫咧发育的关键时期。现今有侪人认为，细汉的大考毋是大考，细汉的大考是未来抽悬的本钱等观念。对数据来看，台湾国小到高中的学生提档过档以及大考的比例达到3成左右。不过医生提醒，若是囡仔继续肥落去，不仅影响外观娘娘，也有可能会引发疾病。儿童过重及肥胖会对小朋友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传统觉得是成年人才会出现的一些代谢症候群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就是血脂高、脂肪肝这些疾病，在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些状况。小时候胖，长大还是继续维持很胖的体态的机会，其实是5倍以上。基美病院就收到一个案例，10岁弟弟才国小4年，饮食无正常，搁爱啉饮料，无运动习惯，体重来到50公斤 ，BMI 25已经过重，进一步检查竟然发现有脂肪肝。经过个人化健康管理计划调整3个月后，成功瘦5公斤，大大改善。像他的碳水一天应该要多少，他的蛋白质一天要摄取多少，这个我们就会经由我们这个团队会跟他做一个卫教，不会说像大人这样节食到什么都不吃，那当然不行。我们会需要跟他说怎么样吃才是健康的，是 OK 的。医生指出，治疗儿童过重以及大考，应该爱以生活形态改变为主，不是靠着药物治疗。饮食正常，加出门运动，才会当让囡仔健康大汉。台南新闻收获采访报道。